大家好，我係 Shoki 啊。今集繼續講大家的日本語中級一第4課嘅文法，講呢3條句型：動詞 must 型加 tagaru， 感情 it 形容詞詞幹加 garu， 感情 not 形容詞詞幹加 garu。呢3條句型其實我哋以前已經學過㗎啦，但係有少少改變啊。呢一條句型就係以前學嘅 tai 想做某動作嗰條句型啊。it 變咗做 garu， 呢條句型就係 it 形容詞咯，個句尾 it 變咗做 garu。呢條句型就係 not 形容詞咯，句尾個 da 詞尾啊，又係變咗 garu 嘅。咁點解要有咁嘅轉變呢？咁樣，因為依家呢3條咧係講緊他人，即係第2、第3人稱之你他想做乜嘢之呢句，或者用於他人感情流露喺表情或者行動上嘅時候，即係呢兩句感情啊，所以咧要用一啲感情形容詞嘅喎，唔係感情形容詞就唔使咁轉嘅。咩叫做感情形容詞？遲啲講。三者嘅詞性由本來嘅形容詞變成5段動詞啊。他兒係 it 啊嘛 ，it 咪就係 it 形容詞咯。呢個本身 it 啦，呢個本身 da 啦，呢兩個本身係形容詞嚟㗎啦。咁啊，3條嘅句型本身咧係由形容詞變成依家5段動詞，詞尾嘅變化跟翻5段動詞咁變啊。嗰個動詞啊嘅性質嘅意思啊係帶有令人覺得嘅意思喺度嘅。呢3條句型係有總是想做某事，即係呢句。或者總是有某種想法，知呢兩句嘅傾向嘅，譯嘅時候有個總字。好，暫時講到呢度啦。有問題可以喺留言欄問我，同埋訂閱分享頻道。唔該，拜拜。